看高雄的消息，5日连假第2天，高雄市长补选的参选人共款拢真无闲。民进党的陈其迈参选了后呢，真骨力。顶一摆去爬茶山，今日爬大社观音山，顺利到果菜市场去邮票。对于这摆补选，高雄市是表现出呢这个三脚队的情形，敢会影响伊的选情？伊强调讲，这摆是新的选举，伊希望讲莫阁有旧的行政团队阁转来啊。代表国民党参选的市议员李美珍早起是出现伫个市立的游泳池。 甲民众博感情。顶摆爬茶山，即摆是观音山，陈其迈是大立竿、细立竿，甲丰原区的摊贩手拜通。连假第2天嘛是透早7点就开始拜票。昨日到大社果菜市场，未少民众看到伊是热情的回应。媒体甲问讲，即摆高雄市的补选是三脚队的情形，敢会影响选情？国民党的李议员特别提到，这个要让。 这个旧的韩市长的这个团队要把他找回来，让他班师回朝。那我觉得这个无疑是把6月6号的罢免团要把它没收。市民期待的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国民党高雄市长补选参选人李美珍早起到市立的游泳池，甲民众博感情，对着外界将伊当作是挺韩的韩家军，伊有啥物看法？ 的这样子来冠我这个帽子，我觉得非常的不妥。那当然，韩国瑜是我尊重的叔叔啊，因为小时候以前他爸爸他在北农，我爸爸在高农，他们本来就是朋友啊。对上民进党的陈其迈，两人同款是政治代出身，地方的人脉拢真有基础，拢要把每一刻冲刺选情。